所以咱若做人来讲，自心无非自性界，自心无非自性界，自心无非哦，自性界，自心无乱，自性定，自心无欺，自性非。哦，这个叫界定位。啊，界定位先等啊，界，伊先等通。定，伊先等清。非，先等欺。这个界定位，这个呢，佛家的三学界定位叫做三法界定。那三法界定位变成等啊贪嗔痴。你今日要修阿罗汉，因为伊上海偏当就是这三种。你若要当，你要进入阿罗汉的初考，须陀洹进入。因为须陀洹贪嗔痴，伊进入性命之流了后，因为伊这里就该断掉。要断掉，就当咩？但是这三种有要断，咱家看咩啊？伊会贪的，随时咱袂贪。被你贪破别爱人，哦，看到人物件袂要爱，袂想要贪命，这个可能咱这个境界以为，咱会亲分的，会亲的，这个歹讲，歹讲，哦，我唔参也袂使，一届过来，两届过来，三届过来，第四届就袂通啊。哦，即个是看你心的力量。你的忍耐度到对一个所在，为你高速公路第一个边仔，伊开车就甲逼车，第一个边仔了，伊就挡袂了，是毋是？为了就看一个尔，伊就挡袂了哦。看一个尔，你是咧看，我就要拍你车啊，要抬啊。有影无？上作者你来甲看，你个人无吹着，但是咱有修行，咱的忍耐都有够，够有够。一届两届来，无试看卖，我哪唔知影呢？要讲咱的经济作品，无试卖，哪唔知影呢？袂贪钱，